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夯密，好生意，叫他来，开启你的客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Let's go！ 一把青，紫色大道城，茶金，斯卡罗，商魂，听海勇，这几部影视作品都是台湾近期很棒的时代剧。等一下，我觉得你念起来有没有真的好有时代感哦？有没有文青的感觉？有啊，好时代感哦！是不是透过这样子文青的氛围感讲出来的话，很有时代的氛围？对。好啦，那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追过哪一档呢？我自己的第一部时代剧就是《一把青》。哎呦，怎么唱那个主题曲？噔噔噔噔噔噔，好像你刚是有在唱吗？好像宫崎骏的歌哦。好啦，当时呢，我真的很想把那个金钟影后颁给杨谨华。哦，我的天哪！不过杨谨华真的已经得了金钟影后了。对，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喜欢《一把青》里面的连俞涵是吗？哦，没有，我真的也很想把这影后颁给她，尤其是差劲啊，真的。很可惜哈。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看这时代剧后，会不会像在读历史啊？其实不是哦。嘿呀，那我来讲一下，到底嘛该嘿时代剧呢？这可是门学问哦。时代剧这个词是从日本川狗ロイ改传过来的，最早指的是战国江户时代的古装剧。这是江户时代古装剧的音效，是不是？对啊，不是都要这样吗？然后门就要打开，咚咚。好，不过呢，现在我们对它的定义比较广了。简单来说，就是用比较精致的方式，把某个特定年代完整的搬上荧幕。而时代剧的特色呢，我先来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可以吗 ？OK。好，体积第一就是要准确，每个细节都要非常的准确。第二，体你重现，这什么意思呢？就仿佛你现在有个哆啦 A 梦的任意门，直接就可以穿越回那个时代。真的，我好想要那个任意门哦。好，正经一点。所以呢，这个制作一部时代剧啊，可不是随随便便、随随便便哈。怎么说呢？好，就像刚刚说的准确。什么要准确？服装要准确，场景要准确。道具要准确，台词要准确，风俗要准确。还有，就像说那个时代的人会怎么说话，要有怎么样的一个仪态等等，你要有那样的一个样子，才尽可能的把那个时代生动的摊在观众面前。要不要来点掌声 ？OK， 说得很好。这个呢就是时代剧。所以呢，你身为这个两档时代剧的制作人客家罗 PD， 为什么你刚好有点那个结结巴巴？因为是不能勇敢讲出来，是不是？是你身为两档时代剧的制作人客家罗 PD， 相信你一定对我们台湾历史略懂，对不对？我跟你说，我历史很烂。我觉得做时代剧的时候，我真的花蛮多时间读书的。怎么会？要啊，你要读好多的书哈。我不相信，我马上来那个考你好了。你要考试是不是？离子学堂时间。首先第一题，请问茶金男主角的家里可以出现黑白电视机吗？立马请回答。好，时间到啊！等一下，你都没有回答到。请问1秒钟是要怎么回答？你现在在综艺节目吧你？对，我要使用延长时间作答，哪有人作答只有1秒的啦？好了，给你，请回答。答案是不可以，因为1950年代的台湾没有电视机，至少要到1961年才有电视机。好，下一题，请问斯卡罗的街道上可以出现脚踏车吗？不行。
怎样？哦，我怕你我还没说说请作答我怕你会说1秒钟。各位朋友，答案是不行，走唔得，因为台湾1903年才出现脚踏车，斯卡罗的年代设定是1867年。第3题，丁海勇的主角可以吃森永牛奶糖吗？做的森永奶糖吗？不好意思，我真的有研究过，走的可以。这部戏设定在2战时期，黄色纸盒的森永牛奶糖早在1914年就出现了。主角在第2集的时候就拿那个黄色纸盒的森永牛奶糖给他的兄弟吃。哎呦，全对呢，哇，厉害了！好啦，因为呢，这时代剧呢，往往会有一些死忠的粉丝们，是真的，对他们对于历史有强烈的兴趣以及高敏感度，而这些观众们呢，他们会非常认真的去看戏哦，所以对于戏剧中的各种细节，他们都会花心力去比对，真的可以说是边看剧边抓 BUG。bug 像是呢，之前那个斯卡罗啊，然后大家知道斯卡罗是改编真实历史的故事哦，是，那就有网友呢把历史人物的真实老照片给他一一的找出来，真的，然后拿来跟戏中的主角来做比对哦，然后在那边看说，到底是像还是不像哦，很有意思其实好，所以这些粉丝是真的非常的细心，也正因为如此，身为制作团队的我们要保持严谨的态度来看待作品，因为我觉得彼此啦都是推动时代剧作品不断精进的重要力量，所以说准确重现听起来好像只有4个字，喜杂死停停，可这背后的任务其实很难，很高，没错。首先第一个难关，哎呦，你今天真的是来考试的呢。好，第一个难关是什么？我们要还原时代的挑战。你想想看，准确的重现时代需要大量的研究和投入，包括场景是什么，服装是什么，语言、风俗这些细细的考证，都是一个很耗时而且很考验制作团队专业的过程。没错，许多那个时代剧的前置啊、田野调查，少说都要花上1-2年以上哦。我觉得这算快了啊，真的吗？真的，时间很久那第2个难关就是剧本创作的复杂性哦。时代剧的剧本创作真的很有挑战性哦。作品必须具备那个时代的真实感跟氛围，同时要保留戏剧的张力跟吸引力。因为你要想，它不是一部历史教科书，而是在历史背景底下讲一则好改故事，说一个好故事，例如爱情故事、家族故事等等，让观众感受到大时代底下人物的故事跟共鸣。对，那就像很受欢迎的时代剧《茶金》，哎呦，讲的呢就是1950年代台湾茶产业的兴衰。对，那像我这么爱喝这个奶盖红、八冰绿、觉醒307，还有集运504，这都是我最近爱喝的手摇饮。为什么你喝的手摇饮这么多数字啊？好难哦。对啊，因为茶的很多的品种都跟什么数字有关，OK， 他们用数字去编。好，反正呢 ，anyway， 就是我也是看了这个茶经之后，才感受到，哇塞，原来我们台湾茶叶有这么辉煌的时期，真的。所以呢，我现在每次喝那个手摇饮的时候，都特别的有感觉，就觉得哇，有台湾的味道。是，而且呢，当时在看茶经的时候，我阿婆也超爱看的。阿婆对，他会边看边说，抽。那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是在那个茶厂工作真的，我要补充一下，这个很多朋友会说，他的妈妈那时候也真的在茶工厂走谁，喊沟还有那个抽眼茶，大家知道抽眼茶是什么吗？就是那个被小绿叶蝉咬到的那个卓园茶。对某兄都压按贵呢，所以你阿婆会这样讲是不是？你阿婆真的会这样，好酷所以你看，真的是很多人看了有共鸣。对还有再来时代剧，还有第3个难关，还有历史议题的难度。时代剧无法避免一定会面对的难题，就是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如何拿捏客观与主观，因此要更谨慎的处理，长走得在戏剧的创作与历史的真实中取得平衡，也要避免对特定人物或族群造成误会或是2次伤害。没错，还有呢，最后呢还会遇上一些比难关更现实的问题，这就是
高昂的制作成本，钱钱呐，因为在台湾没有专属时代剧的片场，对不对？那你大家想一下，不管是1940、50，或是更早以前，其实有很多的建筑都已经消失了，所以必须要重新制作才能够重现。那这些重现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像是台湾的时代剧《斯卡罗》，他为了重现是155年前的台湾哦，所以预算有一半是花在场景跟动画。你看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港沟斗要回到那个年代，真的是蛮花钱的。Show me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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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是说制作一部时代剧啊，成本那么高，然后又这么困难，大家还是要做时代剧一定要啊，因为时代剧是影视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类型它往往反映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通过重现历史场景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才能够展现传统文化跟民族性帮助观众理解、认同和珍惜自己生长的两片土地这片土地。而且一部好的时代剧可以突破语言的界限，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像是英国的时代剧唐顿庄园我超喜欢的，也很喜欢那个海报哈。再来还有韩国的时代剧《阳光先生》，这是连海外观众都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所以说，黑公，你觉得历史课本让你觉得很枯燥，那我们就从时代剧开始吧。好像也不错好了，讲了这么多时代剧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想推荐一部是伊克丽姐姐，你看我怎样？看你怎样？手臂怎么了？手臂有没有肌肉？我按一下。你这个手臂很软肌肉，你这哪有肌肉？太软了。好了，重点是我们今天要来介绍号称最 man、最有男人味的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星空海五条斗义这是一部以1950年代火烧岛为背景的时代剧所以你刚铺陈那么久，弄出你的手臂跟肌肉，你是要讲最 man 台剧就对了。对。好，那有 get 到吧？好了，这个号称最 man 最有男人味的这部时代剧呢，是故事呢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火烧岛，就是绿岛。讲的是一位农村少年阿贵与一群高知识的政治犯，利用各自的专长，提升当地的医疗和教育资源，让当时的火烧岛呢成为资源最丰富的离岛。没错，听伊克丽子姐姐这样介绍后，我脑中会浮现那种感觉是火烧岛神医或是离岛监狱医师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剧名该叫这样子。我跟你讲，我理解你的感受是这样子，可是说真的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哈，我们可是想了30几个版本，这是从30几个版本当中脱颖而出的哈。哇塞，也太多了吧？那请问那30几个版本里面有包含我刚刚说的火烧岛神医或是离岛监狱医师吗？没有是好了，30个也真的也太多了吧？真的很多这名字要选很久那我来帮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问一下，请问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到底是怎么脱颖而出的？我说咯。好，你说。好，你看嘛，岛屿指的就是火烧岛，就现在的绿岛。黑潮本身是一种洋流，而这座小岛呢，一年四季都被这些黑潮给包围，所以这里的黑潮也隐喻着一种政治的压力跟束缚。台大熊看看你想想看，1950年代那些被关押在火烧岛上的政治犯，每到夜晚一抬头就是一片浩瀚、宽广、无光害的星空。你看这些星空是拥抱着他们，可是他们却被牢牢的束缚在这座岛屿上面，有没有一种冲突感？而这种冲突的意象，正是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想要传递的感觉。没错，真的也有冲突感呢。你看，一方面呢，看到星空觉得哇很浪漫，对不对？陪你去看流星雨的那种浪漫，有没有？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被困在这个岛上，有一种不自由的感觉。是，所以我迫不及待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部时代剧《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海浪声，Let's go！
1956年代韩战爆发，解放时嘅绿岛本人喊做火烧岛，係海關本人思想改造嘅政治反美所在。1950年韩战爆发，当时的绿岛被称为火烧岛，是要被思想改造的政治犯关押的地点。本人送來嘅政治犯，第一片無名嘅，統一喊做新生。被送來的政治犯在這裡沒有名字，統一被叫做新生。一條新生嘅身份階級都無樣樣，有中下農民，有藝術家，咩有一點讚嘅醫生。有人因為理想本人關起來，有人係受到親戚朋友的牽連。這些新生的身份階級都不同，有鄉下的農民，有藝術家，也有頂尖的醫生。有人因理想入獄，有人是受到親友牽連。啲無物嘅物資，醫療設備都冇，管控到東洋嘅火燒島，學種少年阿貴嘅。運用嘅勇敢溫暖嘅心，同大家人團結起來。在物資稀缺、醫療簡陋、管控嚴密的火燒島，客莊少年阿貴如何用他溫暖的心團結眾人的情感？運用嘅同人命送下，靠等相互嘅智慧來求生咯。如何在生死關頭靠着彼此的智慧求生？意思係烏暗當中嘅一細拍嘅光，尋到生存嘅希望。又如何依賴黑暗中的一絲光亮，尋找活下去的希望？刚刚分享了星空下的黑潮岛屿的剧情故事，我的脑中呢就浮现了一句形容词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想到就是人性的光辉哦。你看那个，每当主角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想说，如果是我也能像他们一样这样求生吗？甚至是求神？那是什么？游泳。他们有时候也会掉到水里要游泳，很难呢。我怎么觉得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很想要加入最 main 台剧的挑战？那我是不是要去争取那个第2季的试镜呢？可是听说那个这一部的戏的主演们他们除了要考那个厨师证照，还要去学潜水，还要会打乒乓球，还要去追老鼠。真的吗？是真的真的哦。这些你会吗？可是这些我刚好，你知道吗？我都不会耶。所以你是要现在开始学是不是？所以现在学还来得及吗？我很确定来不及。放弃吧你。好了，那回到我们的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我们一开始有提到时代剧的难关，对不对？那刚刚提到第一个难关就是还原时代的挑战。那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这一部剧呢，挑战也很大哦。那是当然我们要拍摄星空下的黑潮岛屿的第一步就是还原1950年代台湾绿岛的样貌。大家也许以为就重回绿岛拍摄不就得了？No， 你看我要 no 到什么程度？ No， 因为1950年代的绿岛早就跟现在的绿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完全没有人类，台湾也找不到类似的场景。那大家想想看，我们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还原一个1950年代台湾绿岛的样貌呢？重新做一个1950年的绿岛嘞。正确。所以像剧中的主场景新生训导处、岛民生活的街区都是由美术团队一手包办。他们是先亲自到绿岛做田野调查，然后呢回到台湾后，在台南的岸内影视基地重新盖一个1950年代的新生训导处与绿岛乡镇。哇，这真的很不容易耶，不简单。虽然呢有模型跟当时的黑白相片可以来做参考，不过呢为了捕捉拍摄上需要的一些细节，我们的美术组还会参考同时代类似场景的资料，例如战地医院、军营、
造访收集这些相关的历史资料来做对照哦。而且为了要准确重现嘛，对不对？美术团队呢尽可能使用1950年代的工法与材料，这就很不简单咯。1950年代的绿岛有一种很重要也很独特的建筑材料，你知道叫什么吗？老姑石。老姑石，对，就是所谓的珊瑚礁石。那这是因为绿岛早期缺乏建材嘛，所以居民跟新生们就会从海边去挖那个一块一块的老姑石，搬回来盖房子啊、盖围墙等等。对不起，为什么你讲出来老姑石，我很想笑。咕老肉是不是？对之类的，很想吃咕老肉。好了，那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这珊瑚礁岩啊，现在已经是禁止开采的状态，美术团队他们要怎么办嘞？问得好，所以他们是坐船亲自前往绿岛，选了好几片早期的老姑石建筑进行翻模。你看我现在讲老姑石也蛮想笑的，而且脑中会出现那个咕老肉。好，认真。好，他们会进行那个翻模，再带回来灌模，重新做出一颗颗、一片片老姑石的建材，再慢慢搭成需要的场景。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一定要好好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我的偶像，我们的陈新发哥所带领的质感团队。质感团队是美术组其中一环。他们被称作为场景化妆师，主要负责的工作就是替场景、道具和各种物件装点时代的质感。我知道，他就是那个 Frank Chen 嘛，对不对？跟大家说，台湾首屈一指的质感师就是他了。对，他曾经担任李安导演的《少年拍的奇幻漂流》这部作品的质感师。还有，你看，光一个那个金马奖第58届入围的电影作品里面，我们发哥呢就经手了。你看有气魂、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附身犯、听见歌在唱、瀑布、鬼扯、青春试炼、月老、该死的阿修罗等9部电影。真的很多我讲一下，我记得我们在拍茶金的时候，那时候的质感师也是发哥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是在做那个办公室里面一个那个酒的吧台，我就说哇，发哥这看起来好厉害哦，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说你想要几年代的这个质感我都做给你。也就是他真的能够很掌握那个质感的细节，所以假如这边有没有很想拍手，我们来拍一下手，耶！感谢发哥，我的 Frank Chen 提供我们很棒的质感。是，所以质感是真的很重要哦。回到我们刚刚讨论场景，例如老姑石，那个发哥团队很重视老姑石的颜色，因为老姑石长期受到东北季风的强烈吹拂嘛，又受到日晒，所以每一颗颜色都某买强柔。发哥他们会用颜料做出这些颜色的差异，你不靠近用手去摸，你还真的以为是真的。这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对，那听说呢，星空下的黑潮岛屿的演员们啊，他们一到现场呢，就说哇，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重回1950年代的绿岛呢。没错，拍时代剧这很重要。你要让演员一走进场景，就好像是真的活在那个年代。好，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难关，那接下来要讲第二个难关，剧本创作的复杂性。那星空下的黑潮岛屿也很复杂哦。是的，这部戏是一个很复杂的类型，因为我们不但还要还原时代氛围，还要有历史根据，对不对？还要确保戏剧的张力跟观众的追剧力，所以这部戏噔噔，让我自己来稍微广告一下，加入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亮点哦，分别就是医疗专业、机智求生跟科学元素。而且这些医疗专业故事背后真有其人哦。真的，根据严世宏前辈的青岛东路3号回忆录描述，当时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有好几位医师，他们真的很厉害呢，他们各有所长有眼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牙科、内科，还有研究细菌的，还有擅长公共卫生的，加上好几位护士。所以这群人在绿岛组成了一个真正的什么医院，你知道吗？综合医院。真的什么都有，真的。在这个有限的资源下进行了手术，是提升了绿岛的医疗水准。因此呢，在我们的故事当中啊，描述的医疗场面是真的有参考当时的史实哦。据说老一辈的那个绿岛居民啊，都非常感谢这些医师前辈们。是啊，是啊。因为在这之前呢，绿岛居民如果他们生病了，要坐船到台东。对。你看我们去绿岛玩嘛，也要从台东坐船到
到绿岛，对，而且还要看什么海象啊，看天气啊， 对不对？所以他们如果生病了，可以直接在绿岛看病，那就更好了。对，好险当时的绿岛有这群医师前辈们不过呢，我自己呢非常喜欢，然后也吸引我继续追下去的，反而是这部剧中的机智求生跟科学元素的设计哦，真的非常的精彩，也是时代剧中比较少见的内容，会让人耳目一新。对呀，例如，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主角们他们特别制作的那个矿石收音机，真的很酷这些都是我们融合科学原理特别设计在剧情中的，让这些角色能够发挥机智求生的精神。哇，根本就是绿岛的马盖先但是呢，要当1950年代的绿岛马盖先还没有那么简单哦。当然知道啊，因为制作材料的来源要符合1950年代的设定，对不对？蛮聪明的。比起现代呢，当时的材料应该是少很多吧，就是选择性少很多，对不对？所以只能使用求救牌。一起来请这个顾问来找出解决的办法。我还以为你的求救牌是什么牌嘞，所以你的求救牌就是顾问，对不对？对啊，没错，在时代剧的团队中，专业顾问非常的重要。像我们剧中的科学环节的正确性入猫，就会请科学顾问来把关。第一步，听筹会先确认在1950年代的绿岛，当时有哪些可以取得的材料。OK，第二步就是请科学顾问确认科学原理上是否可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现在做，其实没有很困难，但是你要先确定那时候有没有这些材料啊。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哪些材料可以取代？是，对，例如像矿石收音机需要可以导电的矿物质，那刚好新生们用来书写家书的铅笔那个笔芯，就是可以导电的石墨。对耶，就是矿石收音机不可或缺的材料。哇，这设计真的是太好了耶！好想要直接就现场做一个来，真的。没有铅笔，不好意思。我跟你讲，我会帮你把材料都找齐，都好好做一个，真的可以做啦。好，矿石收音机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材料是蓝钢主角的阿贵嘛，就中枪了嘛，所以中枪之后就有那个子弹啊，所以就把那个子弹呢放在这个厨房的大灶来炼成蓝钢，也就成就了矿石收音机的制作，在剧情上跟科学原理上都合情合理。哇，这就是绿岛马盖先的厨房炼金术。我发现你很会耶，做完这些东西耶，好厉害哦！没错，所以其实剧中还有一个手工制作的星空盘、小提琴，哇，这些都是前辈真正亲手制作过的物件哦。在囚禁的这个岁月中啊，虽然说身体无法获得自由，但是透过这些手做的物件，努力的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尽可能让心灵得到满足，真的是非常的令人动容哦。所以呢，这些手工物件制作背后啊，有这么感人的精神，对不对？不过呢，提到这段历史呢，一定会面对的就是时代剧的第3个难关，历史议题的难度。其实时代剧的难度非常非常多啦，我觉得我们今天只是稍微整理几个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好，那刚刚说到历史议题的难度，对不对？就像前面提到的，时代剧面对历史的议题，要如何平衡真实与虚构，要如何拿捏客观与主观呢？尤其是在填调之前啊，那我们团队对那个年代、对白色恐怖、对那个氛围、对那些人，我们的理解可能都是来自于历史课本或是新闻报道，就是比较片面，是没有办法真的很完整所以呢，那个编剧团队就要深入的访谈和田野调查，还要与历史顾问确认相关年代的背景资料，用抓出来讲。以这部戏来说，我们加入了更多不同背景的人物角色，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有政治犯前辈们，还包括了政治犯前辈的家属、绿岛乡民，还有军官的故事。在大时代下，他们这些人虽然不会被历史课本记录下来，但是加入了他们的故事线，就可以让这部戏有更多不同的面向跟细节哟。那听完了这些呢，我真的觉得制作时代剧不是这么单纯的拍一部戏耶，它更像是重建了一段历史。可以这么说。我们不仅看到了角色的故事呢，也重新认识了一个时代，对不对？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时代剧不仅是影视作品的一个形式，时代剧中的人物故事常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能加深观众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跟认同感哦。所以希望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在看这时代剧的时候啊，也可以感受到这些细节里蕴藏的心意跟温度。怎么办？被你讲起来突然好感
人哦，是不是？好了，那现在听完这么难制作的时代剧之后，我们今天要来学很难的哈嘎发。等一下，你现在是要吓跑谁？这样大家都不想学了，好不好？不会啦，很简单啦。今天的很简单。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来先说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时代剧讲的就是以前嘛，对不对？啊，你有听过阿涛哥的歌《跳摆给私情》吗？跳摆给私情，跳摆。你还记得吗？糟糕，我们都唱变音哎！我们好对不起涛哥哦。阿涛哥一定不想找我们唱歌。阿凯翔刚刚唱的那一句意思就是“跳摆给私情”。等一下，你刚刚不是有唱吗？可是我只有唱“你还记得吗”，音跑调要怪到我身上就是了。我们刚刚唱的那一句，你再唱一次，你重念一次，你再唱一次，好好好。跳摆给私情，跳摆你还记得吗？你唱。对，跳摆给私情，跳摆你还记得吗？我们不要这样，我觉得听众朋友会生气。好，我翻译一下，就是跳摆给私情，跳摆你还记得吗？以前的事情，以前你还记得吗？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用以前来客语跳摆来造句，所以我跟阿寇熊要来挑战即兴造句。我们今天真的要很即兴，我现在有点紧张，有点冒汗。你是紧张刚刚唱走音吗？好了好了，不紧张不紧张，我们先来学以前的客语怎么说哈。好，以前的客语怎么说？四线腔跳摆，海陆腔跳摆，跳摆，其实很简单嘛，跳摆跳摆。好，我们学了以前就要学现在。好，四线腔的现在呀哈，海陆腔俩哈。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我们的即兴造句，题目是什么呢？就是什么事情以前可以，现在不行？嘛嘅事情跳摆做得，呀哈做唔得。嘛嘅事情跳摆做得，俩哈做唔得。谁先开始？谁先开始？你先开始哦，好贼哦！你先想了，对不对？好，跳摆，直接先讲。好，你来。跳摆，好，跳摆。我们在山上都会唱山歌。呀哈做唔得嘞。要唱要去 KTV 唱，现在没有不可以啊，你还是等一下就可以去山上唱山歌啊。好了，换我。跳摆可以很悠闲的常常出去玩，俩下走唔得嘞，因为工作很忙。哦，还是可以啊，你等一下录完音就可以去玩了，OK 好不好？换我。跳摆，我们都穿蓝衫，什么啦？蓝衫，呀哈做唔得。为什么？因为太凉哎，太大件。现在很流行 oversize 啊，你这个造句很烂呢。好像也可以哦。对啊，好，换我想一下。我知道，跳摆，我常常去邻居家玩，你下做唔得嘞。喂，做嘛该做唔得嘞？因为邻居不在家。他可能是刚好出国，是不是？还是搬家了？换你，换我。跳摆，我都要自己煮什么？煮饭煮东西吃，对。呀哈，做唔得嘞。Why？ 因为我都点 Uber Eats。再来最后一次就好了，我要想不出来了。好，我换我。好。跳摆，这个我觉得很有感。跳摆，我们都抓夫丘儿，呀，做唔得嘞。现在都抓皮卡丘。你要说现在都抓皮卡丘。这个我不会，我只会夫丘儿。你知道夫丘儿？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夫丘儿就是泥鳅。泥鳅，你知道吧？夫丘儿。我刚刚没有仔细听，原来是泥鳅哦，泥鳅那我想到一首歌什么？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天边的星影里到处是浮丘。有默契，我还以为你会跟我唱泥鳅，到处是浮丘。来宾请掌声鼓励。好了，哇，好啦，我们要来复习一下今天教的客语。刚刚提到的客语词汇，像是唱山歌、邻居、泥鳅、浮丘，我们也一起复习，要不要？好，那我们不要太多个，我怕大家会记不住。我们先从我们就先从头摆开始。OK， 以前开始。头摆，我们先摆头来。不是啊，先从以前开始。 OK， 好，以前的这个四线腔，跳摆，
海陆腔跳白。现在的客语四线腔呀哈，海陆腔俩哈。好，我觉得我要来教唱山歌四线腔，冲伞狗，海陆腔宠善购。邻居的客语怎么说？四线腔领沙，海陆腔拎傻。最后一个我一定要教泥鳅的客语四线腔怎么说？富球诶，海陆腔夫球儿。哇，今天这样的客语大家都学会了吗？好可爱哦！我要念一遍：跳白俩哈宠善购拎傻夫球。好像听起来都蛮有感觉的，蛮有时代感的耶，蛮有时代感的哦。跳拜呀哈，冲伞狗，领沙，富球诶。这只有泥鳅有点学这要干嘛？学泥鳅是要怎么样？是要练习造句是不是？好了，我们现在学了以前跟现在，那大家都学会了吗？是哦，我们的句的客语，汉拜见，拜拜。录完之后，我又想到一个造句，你公看，就是那个跳拜啊，我都可以唱3天3夜，现在不行了3更半夜为什么？因为体力不行3天3夜，3更半夜，我跳舞不停歇。你看你也没力了。3天3夜，3更半夜。